聖經羅馬書1章16節，我不以福音為恥，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猶太人，後是希利尼人。呢度係何等寶貴嘅事。保羅不以福音為恥，有好多人為耶穌基督嘅救恩，為福音為恥，覺得係好似好羞恥嘅事。唔係，保羅係以福音係神嘅大能。福音唔單止係一個好信息，而呢個好嘅信息係能夠拯救我哋嘅罪，將我哋從呢個嘅罪惡當中拯救出嚟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只要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，無論係猶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即係外邦人，無論你係邊一個，只要你願意信耶穌就可以得救，係何等寶貴。留意呢個福音唔係淨係教你做好事，呢個福音係救你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仲叫我哋從罪惡中被拯救出嚟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